跟石湾卡乡亲，啊上拄错，譬如讲亲做事拄错吼，要讲，迄个过来比，经络好嘛，哦，啊那动就死，要问讲失败嘛，啊动就是飞嘛，啊，啊那是拄错嘛，不要安讲，失败嘛，大部分失败归属真成功啊，哦，大部分啊，哦，真叫模样哦。哦，就很，侬阿母啊错错，就泡茶开讲，好冇？啊，唔讲啊，言莫再见，莫咧讲再见。啊，我就走啊，就很讲过的讲啊，没有再见两个字啊，莫咧讲再见。啊，现时就种流行咧讲拜拜，哦，见到好嘛，什么天就讲。唔是生意啊，清凉，所以不要客气啊。唔是生意啊，清凉吼，卖生意。哦，细细去讲落力啦，哦，较早其实嘛唔伫讲落力，应该用上卡的专业术语啦。较早嘛，那普通是讲啊，谢谢哦，落力啦，感恩咯，感谢咯，啊，若讲行路唔伫路，冇讲爱迷路了，没有。一条路同佢做行啊，見行錯路，啊，要安穩啦，吼，我行甲可能行唔錯路去，就講我迷路的意思啊，啊，我袂種行較累嘛，吼，我可以往那邊走嗎？我袂使走，還是袂種行較累嘛，吼，哦，啊，那正手咧甲倒手咧，哈，哦，正手咧右邊，哦，啊，那倒手咧迄容易難講，不過正經咧石灣卡講背手咧。正經石灣卡莫講倒手，講背手啊！走七項，哦，啊那減慢轉彎減慢，或者減慢過，哦，啊慢慢走行哦，慢走哈，寬行哦，啊寬行是應該是閩南音翻過來的，寬行。那閩南那個你跟肇慶客家人聊天會，如果講到閩南話的話，不要意外。200-300年的历史，通婚啊，或者跟做生意要接触，哦，都闽南人家跟他讲，哦，甲佢讲咪就葫芦说要参加这班鬼，譬如讲清朝时拄错，你问讲，迄看来比，我头头好运动，哦，他就讲运动，啊，客家民土，但是客家人没有这样子讲民土，我头的民土没有人听得懂，习惯性用叫运动，土生住的是麦当劳，哦。那个马当劳嘛，某一天就直接麦当劳，要沿着这里啊。啊，那目前的讲，一条上卡说就讲，跳远、跳那远、木子，哦，片啊、坐、sit、椅子、手、脚、膝蹲，哦，抬脚臂、大腿抬脚臂，哦，膝头、膝盖，哦，啊，腿嘛脚臂啦，啊那。数数大概都差不多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20，一起講2把、3把、4把、5把、6把、7把、8把、9把、1000、1萬。運動那卡樣差不多啊。我那問講，見唔見不得幾多錢？哦，請問你幾多錢？哇，咁貴，就發都個便宜了嘛。哦好，包起來，啊條2個就算。哦，內容沒有講內容。哦，內容啦，都講嘛，內容啊，但是冇得講內容，內容啊，外帶直接講過去外帶，啊，落力，等下一分，睇單眼望咧，啊，唔，我冇，啊，就不要，啊。